南北东西不尽好戏，海上大戏院。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越剧《桃花扇》。越剧《桃花扇》是根据清代作家孔尚任的原著改编的，它是一出历史名剧，描写歌女李香君和名士侯朝宗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代表马士英转大成在满清入关大敌当前的时候所表现的荒淫无耻、投降妥协的可耻行为，歌颂了李香君坚贞不屈的气节，批判了侯朝宗的动摇妥协。李香君由金采风演唱，侯朝宗由丁赛君演唱，柳敬亭由张桂凤演唱，李珍丽由陈兰芳演唱，马士英由钱妙花演唱，陈定生由周宝奎演唱，杨文聪由郑中梅演唱。请听第一场祭孔打奸。队长接天一关啊袁大人一边见贼，他对八字为中言，人作官体，虚言无私没良心，还死了多少大忠臣，到原来为当不法事，恰被他吕蒙在南京3多年因心与骂名，他披着神兵装神心，近来故事多理来，他又想追奔仕途重上朝廷。他怎么哭？他怎么哭起来？是啊，他正在里交本官就将故作了把客厅，一心要指挥中断起，我不做神不通恭维，对为子我做西在集体把无来，是回到与你结婚心。对，这样的坚贞不激发，市场的文章道在都不人。我刚才我看见我指往这里来呢，他来看什么？他们是来祭孔的。祭孔，怎么会让他来？是有个事吗？哎，怎么会让他来呀？他怎么会来？哎，你们看，这不是人物是到这里来了吗？他来了。哦，贵人兄，你们来的好早啊！哎，仁兄，你是来祭孔的？哦，两位仁兄。哦，这位不是曹宗兄吗？哦，你是谁？哎，曹宗兄啊，你真健忘，有什么心愿命大臣好有为，喏，孔庙每年定地，都有生来支持。哦，你就是袁大人。什么？
说起我的名字来了。杨无知，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我到这里来记通的。哼，此生见识用不到你来记。孔夫子啊，是他家的，你们记得，我也记得，你也配。你这个下流之人奴的，也配到这里来？王的生意事情却为我一不是哎。你马身对靠金钱当，万有连在此地摇摇摆摆。各位丞相马得有理，可惜是家母小弟来出轨，要不是那年体会到，你们都要遭tội。我国这却真再用你fin推指望来敲别，你咋许怎能做亲切？你把为奸做怪日子，害死了多少大众眼？许多无辜扬名时，你能离得开哪一件？至今是为奸事靠山东，万不闭门事故来向安言，公传官道空庙来。万不与我怕混开。哼，你们这帮轻薄愚辈，尽管放肆狂野，红之间的非官狂野，我们是上之间的。啊？什么？你们这是文人，经过同学收来了吗？我打起来！各位丞相，怎么在圣庙子里打起人来了啊？是文同兄吗？原来是元老。文同兄，你为我替奸人来讲话。哎呀，林丞相，你真是糊涂，怎么在这圣庙之前好当人命？丞相，还是杀了他吧。好，各位丞相，就现在文冲兄将军杀了他这一招吧。放他回去。滚吧，走，滚，滚。做人切不为，袁大人也真是求有耻啊！当时国家都是自求，代代都犯贱的，定要当他一个不管在对，是啊。在七个时，各位丞相，近来可听到些什么新的消息吗？林丞相想知道的，更详细一些。我在困起官报，李察王进逼不进，国事都为呀。今非万万的在自闭，层层阅读，那才是幸福之谈呢？是啊，林丞相的话十分中肯，看来我们家是生无可及之类的私生啊。倒不是家酒浇头，须到青蛙后边一问。
下子哦。心绪不宁，哪里都来得去。哦，二兄啊，你不是到李正礼家中去过吗？听说他女儿湘君是故妾在家人，我那天偶尔一访，不巧他母女都失去了。倘若二兄有意，小弟我与你作伴，是啊？啊？家在远祖，他居无间，谁能有此妄想？我真给人的给了。哈。杨兄，好亲切。原来是文冲兄，这才多么家位，官家之意。原来受惊了，哪里？哎，大丈夫能屈能伸，倒也无妨。文冲啊！在我在暗中听说，回朝中有意是结识了青蛙作女李香君是啊，我一时看就好事。哦，家兄，你才能背到暗朝中去结识了李香君？被后朝中去结识李香君，这张脸周身，这是人子嘛？哎，由小弟来为担，丧礼酒日都有月老你为担。月老，这是什么意思啊？没错，小弟无非不若无家而已。哦，原来月老子相遇不做后家，此事前场理了。既然月老诚心回国，又能约成了二兄妹子，这真是一举两得之事。小弟我愿为种种做个好事了。非从你喜好人，救人之难，真不愧是君子也。别了，别了。第二场，定情赠诗扇。
到大宁国听老刘的死去。哎呀，一个要我去听诗，一个要我去玩木头舞，叫我答应哪一个好呢？那当然要答应我的啊！那不是虎尾两女经的人情。女亲，老刘不是在袁大人家里做门客的吗？他怎么会到外面来生死了？怎样你呀？整天关在家里，也不晓得外面之事。那天秀才们在文庙里当了袁武子，老刘知道袁武子是违章于你，所以他就走出了袁武子家到外面来得死了。老刘有好几天没有来，难怪我不知道。老刘这里是最热的。他今天不来，明天真来。说不定啊，本来就来，你好趁日子去玩木头舞去。木头舞上去的，有什么好玩？你呀，也不去看看外面。红绿落三月天，春在金花梁。我就知道一定又是我那陈婆娘在这里大显身手了。这里又不是你设死的地方，虽不许别人有点声音。你别看，一见面就不肯饶人。谁饶你啊？我还要还你呢。哦，还我来？不是你长发过世身，真为是相中是你与日子。长沙是相中与我在一起，管教他变成了有声有笑的摇钱子。婆娘，总还是你一天到晚走过儿心快乐，为夸我，好夸我。这里是六朝金粉里，胜过二六乡。听说从镇上的还要从北京到南下来的男人，那我们还去些什么啊？妈妈，想弟弟在哭呢。好多的为什么哭起来了？也是自由了，17、18岁的姑娘应该有她家国郎君了，让我去看看她家。相中人也不小，应该给他做一个媒了。是呀，就这样抚养老爷离去，一个无奈公子，何以虐人？相中知道吗？他听说是福州才子，也是有个分享了。对呀，福州才子得配相中，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怎样？
你可听说先天在文庙县当元武子、元大人的事吗？喏，就是这般学在个人的好事。哎，老李，听说你也成了冤家了？哦，你已经知道了。过去的事不提也罢。怎样？你们快来看！想就啊，他是看到我老爷在风波的情中这一集才哭起来的呢。你看，老李，你看，寺里面金龟两个字都不见了。金龟两个字到哪里去了？都被想就的手指磕碎了。那是南宋朝的黄金，早与如今大明朝相仿。哦，你们都在这里呀？好极了，好极了！让我来接你们迎接一位贵客啊！这位就是合作有名的人士，陈道宗陈公子。陈公子满公，蒋老爷。这样的风流才子也不迎接。啊，我倒忘记了。那这位就是潇洒他所的毕玉京，真是玉京贤子。那这位就是穷王之官李真美。哦，可是延长道理。no， 这位就是江不名字刘金的。哦，舅娘，白痴，奇怪。还有我呢？我倒忘记了。兄啊，这位就是最风流、最俏皮的沈婆娘。都在这里出的。妈妈，想弟弟来了。想君来了。兄，这位就是相君。相君，这位是何内公子？有谁无意得见？公子啊，此衙前真可无救，此衙前真不可无私。想问公子乃是复杂名字，我母女也要当面领教。才子家人难得虚伪，一虚伪想不到还要考上一考。既然来，有生不妨先去。好啊，那娘过来碰面啊。姑娘，我看这个女儿倒会接种相君才对。对，相君啊，来啊！相君，出去吧。往生处于不平。陈公子，是不让老婚白头？好，请指教。
感到自留一景下，王生处女富平哈，请其行事行意思，不及东风到梨花。好事，不愧是当今才子。与之相君，恰到好时。好。他们姑娘夫妻有生之意，此岁逢人，说过喜年。今夜定了，接下来给你摆人上小北去了。相公。二兄，小弟有一夜相貌美动问，请讲。这个。小金啊，看来我们也该回避一下了。哎呀，大家坐下来才好说话。好。黑公子。请啊！师兄与相救，被此举目明，今这一句名，两下皆中情，小弟想做个月老去红线，必须二兄可有心，我也明方相君，不想自己女奉陪，此君以为红国传家音，我好是守在宋长园，平地在青云。既然公子都在，三日便是今日两开。杨兄，我离家必论谁论尽，一时空难来离平。师兄不必挂胸围，这葬礼究竟该由小弟来担任。此事怎能好来师兄？他应该来虐待。多谢了，现在又当了护士了。第三场雀联。
这衣裳穿在你身上真美呀！衣裳真美，什么？我说是什么？贵人，这衣服你是哪一家做的？我也不清楚。什么？是杨威处杨老爷办的。那么这些账面旧人都是杨老爷办的？我想去，这些账面旧件都是杨老爷送的。你与杨老爷有什么交情？那是文字之交，那么一定相思不久。哎呀，只是相识不久啊。这就奇了。像杨老爷平时不想会尽仕途之康，他为何要如此计较？请王新娘娘，我们逃亡来了啊！姑娘，走下来是吧？姑娘，你就安稳一些吧，昨夜你也闹得久了。你又来了，开口就是耳闻啊，亲近啊，难道那些不懂新婚纱在无老乡吗？好，我就与你去闹吧。哎，牛津仙子真的像话人，好，我也与你在这里静养片刻。你哪里来这许多结婚什么的事呢？这情话无边，有彩彩有歌有舞，你能不乐？紫金相中又配上一副才貌双全的女公子，你能不欢？好了，不跟你们争了，让我进去吵去他们。姑娘，我就晚上找了他们吧。哟，原来丈母娘本在这里是包家的。等他们起来谁来问呗？空等在这里多没意思啊！姑娘，那么我们听老爷的事去。我们到对面谁家里听老爷的事去啊？好了，等一会你们要老李一起来喝酒吧。好啊，有了刘经理，我们可以更热闹一些了。对。不必。杨阿姨，听啥？
元老院中主张理，真情哪有这巴掌？袁大人，你300两文银为八卦，我家快来有希望不知有去了，他们2人啊，一个称相娘，一个富二郎。你替我开定下，我帮你拉槟榔。这紫菜茶碗真合适，把香儿当扮成小模样。这位好你，我这个美人不能做错啊！你这许多礼呀，也都送对了。哦，恭喜恭喜，这是尽心的好梦哪里？多谢杨兄人。想啊，还不向杨老爷拜谢成全之礼。哪里，君子当人人之美，何邪之也？啊，相君成婚之后，根就犀利了。只有师兄据此不闻啊！相君深爱千里，今日他了几多之才，存了一身一路，用光与家混罢了。多亏杨老爷上早年送酒去，今天一早又来探望，对我们母女也真太好了。杨老爷啊，我有一事当问吗？但是无妨。杨老爷送来了这些厚礼，在相君受之有愧，在杨老爷视之无名，我想问个明白，以便图报。对呀，相君问得有理，小弟我也管不问啊。好。请杨兄明告。好吧，启蒙文件，这得实告。这些葬礼旧事，讲出的陈寿公荒落大夫的冤嘿。你是指那袁无子袁他人吗？对，好。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后兄莫见，袁老无非愿意坐下，那教此意。他爹你一代名律，再不做反正快走，再知岂可无家人，家人怎能屈自手？为此他原人人三八，三界的一代好配偶。
人原是皮人吧？我毕竟为人，且知已久。现在他无故用尽，令人不假。是啊，原来他有一番苦衷，托我明告师兄。袁大人好问我爱歌舞，本与我本是同路，过去他结生为忠业，父陛下把东陵君子来举捕，有才子一日为当圣人，东陵反与他成三河。自从为奸佛了法，大人他独自忏悔在家中受，想不到佛祖自有不谅解，真是他莫不冤枉无此说。原来每日娘天台，太无人为他把冤哭。昨夜师兄从衙女，他也那非有生能救我。无救。袁大人遗忘在于途，如今他愿意来归故，倘若我在弃了他，他岂必做到你走前路？生人有故而能给，才莫大意。杨兄，此事用我心作怒。哎呀，二兄真不会明察此事，小弟我一向也是如此。冤家你家不你家，杀饶人自欺饶人。官人，你枉夺进士，恰不明事理。他人公子，官人救之，你将是赐予我的相兄。袁大人所独断是为当，他无国衙民伤人天良。近年来为官皆当皆无法，恰为这教徒业务漏了忙，应许得佛陀君子有官待，揭发了元人隐私一张张。官人你是佛陀中间一君子，你岂能够把人情话儿轻易讲？你啥与他小仇结怨面怎样？我问你，你始终是奸，是冤还是良？相兄，不管他是忠臣是奸党，对公子却是一片你心肠，生怕你在
东西丢在一地，岂不可惜？平康中一姑娘，她家内把名记家，偏是我母村天爷已死神，一霎时终结不非为了亲王。想起了我若文愉快容我，也无非在我操守与我文章。我咋帮助了袁大人，岂不是义无尽到名扬？救命非情长，重于情绪生强。这是袁老一番诚心吃落的我已就万请杨兄两字。既然如此，小弟告辞了。什么？杨老爷。杨兄，这些壮烈一文，相君不用，留之无益，万就辞去吧。公子。对，好，遵命。相中怎么是才人心？你这样做，无端得罪了袁大人，这小人必将袁瑞气，虚空谁无万岁。我所在真应得真，怕什么？这恶不杀的袁大人。你真不懂事。相君，你说得对，做得更对，我在关键你。公子在这里吗？有公子在这里吗？在这里，他请上来了，好像是听收兄来了，去给你。在此地，袁生兄有什么紧要事吗？怎么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有什么事情留下来讲吧。朔风雨点要一声，大家小养生胆灵，这里也用了袁金不收钱，一心对靠袁大人。这是从何说起啊？中左有多的名人堂，等你去发到里边。这从何说起呀？丁生兄，你看这不是袁武的阴谋诡计吗？不，此事我也有错。我与金华街相君送了情，成了情，怪我自己太糊涂，我无辜罪在张脸酒席不该应。今人杨文处又来访，才知道在莫有策划是袁大人，他是一面在嘴里送张脸，一面私自要一生，银锤相救命大女，却张脸保全我生命。好险啊！这圈套分明是预定，他原来呀你才相聚。相君来了，相聚，你真是不做一知己。
兄，眼前次次都是眼睛，你要步步留神啊！是啊，管用去的银两与我们不若只有抽之万卡，好吧？免得我说只有在命令中登记了，我们马上就走下去追检。好，对吧？行吧。下去不去对了。官人，他去把事情真相说个明白才是。好。第4场，被害分别。原来他是叶红开边，是这般独富裕关心，在与两人美景美会。错了，美是一般，内是一般，不可能下去的。啊，两人美景奈何天上星，落日水久。好多多的音乐不唱了，我唱不下去了。两人美景内无天，伤心落日泪家园。唉，这2句字勾起我的心思来了。真想不到唱牡丹亭也会唱出心事来了。好，就不唱吧。哎，老李，还是你个来是哪一回事？让大家开开心吧。好吧，不知你们要听哪一套哪一代的故事？不论哪一套哪一代，只要就热闹爽快的来说上一回吧。怎样你不知？热闹桥就是冷淡的根呀，爽快时啊就是前人的指引。哎，倒不是把这财山人山夫人一事来讲他几句，大家来闭些眼来吧。不料金老也困到这些，真苦忧虑呀。哎，看来呀，你们又要谈论国事了。我去家事要紧。二公子，近来常在朝中走动，听到些什么消息没有？金老，不若虚伪，无非斯文为由，真故冷静，是当在国事吗？莫道是非空一类，在家国之痛谁关心？真乃在世道好比荒芜山，滚滚浊流不见情，永不见从真的如亏佛经人，用兵杀将满朝廷。对，讲得对。永不见八辈勇士诸良勇。
根据江不死将军他们四顾之意死掉心，莫言朝堂总听只有死苦法，空开头目难人理，在朝华不说君子三上意，独有月光有明星。这真是文正于内无红于王，他明朝西方才来临。朝廷中养着这些兵将有什么用呢？他们的用词啊，杀敌、杀敌狼、救民、复民貌，洞察敌人国相，一定去善良。老来你们都在这里好起来，你这样慌慌张张，到底有什么事啊？你们听到什么消息吗？南京要遭大难了，这一年出了什么事？今天有几位老爷在我家里请客，突然有人叫他们到庆礼堂去，谁有紧急大事商量。我看他们神色慌张，暗中还听得他们准备到南呢。什么？要到南了？是呀。哎呀，清兵还没有当军归来，南京的老爷们要到南。你知道什么？我听他们在说。是什么武汉周亮牛要来抢南京？抢南京？周亮牛抢南京？哪有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倒说得轻飘。周亮牛有8万勇兵，南京只有几万人马，怎能挡得？所以他们才想到南宁。怎么说这个消息你以后准备就行了？我想去一个人，我怎么当一下？我呀！周亮牛要是真的兴兵作乱，外外的打士兵一定趁机杀来，这大明朝的将军啊！此事我可庆幸，空是要做。这一娘亲耳听得，真可不信。周亮牛乃是家无门生，他的为人不知是此啊！哦，二兄在家好极了，小弟这有紧急之事要与二兄商议。什么？啊，老夫在此多有不便。不必。杨兄为何这样慌张？小弟身为国家兴亡的大事而来，周亮牛大领8万兵，征战武汉市重镇，这是他杨业兵不良，这东家就是抢来京。杨兄此事当真？小弟刚从兵部永大人那里来，此事完全确实。倘若江南有兵变，只恐怕官王得知要兴兵，这一乱不清，业绩个再见一般轻。杨兄你可知兵部永大人，他与无良策不乱计，用兵无副粮也无相，更无妙策推走兵。他为此破晓的地来救师兄，恳求你师兄救大名。想小弟乃是一死生，我怎能推这8万兵？周亮牛恩师是你临身，也只有醉梦一女他肯听，一件事只有曾大人亲笔信，定能推这8万兵。为不要老师本位，我家务定若能一语，只可惜我家务远在千里外，难救一劫为女亏。二兄，师兄说句话呀，你何不得写一封信？
家危急之秋，儿兄你欺人受死不救。事出之后，令人兵民争翁，了不见证。一旁。我弟必会要全将军。这样听不了。法也去3、4岁，现在是怪话得知上稍稍，怪内四次乱纷纷，将军身居重要的，举着虚声从玉清。倘若你东下到南京呀，金榜上四出无名3年来，老夫所知你忠心，岂不可委屈两相留骂名？哎呀，好啊，好，这封诗写得真好，我向郑大人的手笔。儿兄，哎呀，儿兄，宋慈行不能用归家人。对呀，儿兄，这却来了，怎奈家下无人留此心？为不欲为民，老官愿做送行人，勤劳能去得在。可是你沿路真经得起西关门。行了，听说那诸梁的军机在北年，你有苗他去见将军。公子啊，你又来接我了，这是我失事的所讨。我刘金定失去就赢，不许就止，我再无什么一己之力。行了，这不是敬你呀。你那里下笔于人，我这里说记一听，才情便是我的才能，实算穷用，我要压一压自个孔明。四种意思你要讲说明白。四种意何是明？再凭我2万乔在人，我一见你就将他骂。你真的骂他？我骂他，将军这道人，你非加一等好。这一骂，你们是死心完有了。我全做个6年存死卡。把官的听到我好应心，老官就此死病。是了，我这都小心了。这位公子出来。老爷，他就有事在你身边闹事。谁是为谁这两副死心，杀出大祸来了。今日众位大人在请你到你人国时，这次袁大人掐着二公子私通周良了，他们就要来拿人了。哎，
快去快去快去！哎，此地这位都开口，把那家人抢出头。哎呀，侯兄，想不到这次头次送信竟会弄成这样结果，我真是愧对师兄。那袁大人的请你当自我造谣，竟是这真之过，相信他的无言论语。他说你与周两月本是旧交，这次取信不是阻他不来，乃是叫他说来，你好按着内应。此事经过，那位阁下你所深知。是啊，虽经小弟力必其非，府内并且马子应等，却听信岳父子的谗言，当时子公具有拿捏之意呀。岳父子，哦，就是他。可叹，在罗朝金分之地，仅我一个官是官位之人。有啊，司科不大人仗义，这一不慎一怒而去，眼看他们就要来拿你了。公子，事不宜迟，还是趁早远走高飞的好。是啊，怎样？你快替二公子鼓着小人，就会稳当一些。快去，快去，快去！对，事情看来已是不得不走的时有了。侯兄，小弟来此，见王恩司科不归人，定出岗中。侯兄，你何不投奔司大人？对，司科不年发，与我辈自动到位，都是依靠得的。贵人，侯兄，下兄来了，小弟告辞。还望侯兄说这为你，你要说这为你。好，多谢亚兄。贵人。小军，刚才杨人冲来时，那原则妈妈都已告诉我了。两姐弟，妈妈说等小人不好了，为你叫公子的。贵人，一看心要别了，你真不是我。将军啊，心天霹雳，啥子来？母亲也万语，无从家。劈不开，你也被官子。
大事，怎能改夺在儿女情？为何？不见你面我波涛情，你实是我你真是年恰当年，我劝你永远记住这恨，你实是何此桃源可别人，我劝你别人别有自前程，虽然你此去定义家各种你妻模样，是牵挂我相聚。想着不好的，妈妈就是怕你走。好，相君，但愿再起小病，有为不远。真乃满地真言，总结言风雨清兵真中来，劝公子万事关反应。虽在我西风何太急，一口人口。相君，相君，你此去沿途须留神，你在家要君莫远在他归去身。夫人，你放心，你咋不回来？我相君就不下楼一步。相君，我相君一可安宁如此了。好，但愿如此。告辞。第5场，逼驾祭师山。
出于复庇他，请吃病子，心意是不及东风离我，不及东风离。香儿，我看你也该梳洗梳洗，到外面去散散心吧。你这样闷下去是要闷出病来的。进来了，怎样？相君有人不是我吗？谁知道他？看来他还在思念公子。他呀，此比公子一年在，他好是孤雁散了君，正在里门在家中。
人纷纷都出了头，再得从事袁大人，我此来回了，为了相中婚姻事，我是被怕无奈三番两次从登门。有位相中亲事，不知是哪一家？凡是那个先前封了大官的爹娘，田老爷。上次也是爹娘离去，有相中这一不走，不是已经委屈他了吗？上次爹娘来离去，暗中他话是袁大人，此次终于来离婚，名利成年是马子义，马子义。家园内得个门将马日英，他只懂得留守光阴。家园内心通光荣，袁大人只懂得前线做媒人，已记得大事成王在北京那大明对外在金陵。满朝廷亲自的勾当，与不去，又再去为国要郎抗清兵。相公，你有功了。妈妈，儿就是要封。也是被这般苦国扬名的奸党逼疯的。相中言之有理，如今这个世上，今连我等无人家也不得安生了，这是哪里失去？我自来执清并非是本意，送一个小婿却是真情。这般儿子今夜就要来得成了，要为什么才好？莫啥不用？难道他们国家去不成相中？他们还会给你家里吗？真是闭门家里走。偶从天上来，进宫侍者。我家也必必这是李将军啊，相中他出去了。五十。哎呀，国家，我们到外面去商量。放屁！有什么好商量的？把李将军叫出来。那好，这是什么？看来你们经久不吃把酒。来，把他们绑起来！我的相公，哎，谁在这里这样吵闹？哦，杨老爷，想不回家也不懂一个规矩。我背我下去。这有酒了。杨老爷，我们是奉命来的，在门口等啊。
爷来得正好，我家有事呢。实在从马相府来，知道你家有事，打来到哦。人家急得慌，你还道喜呢？哎呀，这就奇了。爹娘心生造物，自告别却，难道还有什么不配之事吗？不完罢了，这乃相中不悦。上次马相爷知道你聚会，动了大怒，他这边恶不寻来将去，下官怕你受气，才会无理而来。多谢杨老爷，放求杨老爷私送解救。相君认礼。杨老爷，相君在这里。相君，这件事你看怎么办？杨老爷，你是为我家望春而来，还是为爹娘失听来了？依我看来，这是一句说得之事啊。怎见得？地府有现在300平里不算亏，马家有势力，何怒我汹涌来？你这加了他，陪陪少妇享富贵，你这不叫他真的这良家富郎贵。杨老爷说话有道理，你倒不是生动了孽无罪。妈妈，你是哪里往来？杨老爷，都认你想得真，相君伯伯难消受，曾记得去年3月十郎，也是你老爷做媒狗，事情是平静不在眼前，那定情的事实谁说呢？梨花在耳边，那离别的人影看胸口，我岂肯抛下公子嫁爹娘？你怎能够救美在阴，心美心？好志气，这是后生3年不归这时候，我想等他3年10年无心，就等他10年，终身不归呢？我便终身等他，此事就不嫁爹娘。倘若他早了不成，我就跟他同死。好过3生9烈的李相君，总比那半道那南来的文官武将要好一些。相君，又像这姿态出进一大马袁大人那般光景了。可有来，袁大人与爹娘都是奸党，袁家的葬礼我岂能不受？爹娘的亲事我更该拒绝了。相君不可放肆。那却是这下官告辞。杨老爷，你不要越日一波解释，我是困在过去问你看这个样子
转回，身尊长卷回。妈妈，你岁月天官地，儿比月子一张，我老虎康也心他后康，儿郎我放在儿郎，妈妈呀，你也为将军想一想，我岂肯人若偷生，却将边疆想儿啊，转回豪门是父郎，我母女常必怎能把错当？你若是一去违抗，眼见到此刻遭罪样这什么人将夫死叫令傲，曾将王那杨文通他女全隐蔽在庭上，我偏要马下翻过营手上，我理想中你死不将也相中，好吧，有理取闹吧。杨老爷，相中，我看你还需要3思。好什么？就让你来来了。你们跟我去。你不给我杨老爷，时日不早了，我们要去发明了。哎，知道，去。杨老爷，这怎么办？奉劝杨老爷怎么举目？现在只有一个权宜之策，只要有份儿就好。怎样？相君没错，你就带他去吧。这真是的。相府管家谁要进来，那不看你死得还死不得。也罢，倘若被人认成，怎样得了？我这里是相君，谁能避避？穿吧。
姑死去了，哈哈。真是一句俗的之词啊！咦，这不是二兄留给湘君的死水吗？怎么上面染上了血迹？将军啊，将军，你心比天高，明是大患。我不免将身上血迹更挖几遍，以致将军先走。
爷，家人请你回去。你也为此啊，相公，让我陪着你。我想你你的。相公，你可不要糊涂。第一娘，你放心，我绝不会死的。我要我接他们可。那我走了。姨娘，你今往哪里去？这个世道不宜看吹，想到人话欺压上在地。妈妈，你待我们今日一去，你何时归来？儿郎啊，儿郎，你匆匆离我，不知道你流落。你在异乡，可知道相君的事情？这是让所人的思索，真的损伤了血迹了。家。
船上的熊，我的乱进大雾，现在我身边人有家。用一生的做兵才，才知道人的成绩怎样。一公子才走到扬州，事情又比他受在花容貌。姑娘啊，头破头，命苦。你在血海的源头要起来，你今要是以我几匹夫，姑娘啊，你家族夫人才早了。听说公子在黄河碰清兵，你何不携
能传得似无为你去这一遭，你能去那是最好，也没有你快写起来。师傅，这一路上兵荒马乱，你要小心了。写起来。第6场，备选骂奸。此本色不知月老开得何人？魏峰啊，你倒不妨退上一退，莫非是比起马相爷？杨兄不给自己一推正上，这可外句好是什么？哦，这竟非女辈。里面他也好会谁忘了？哎，困在恩相凄苦这边，务必苦而顺，才配上是女巫3条一次成功。神兄用心，真是喜之真呐！哪里？马相一驾到！马相一驾到！马相一驾到！有了2位，久等了，不怪。梅开酒月，
神旨，黄边草举是爱高攀，实在对对了。应该这样填破，方为无益。可笑一般小人，这个王真军为一千金神神，做十分求态，实在是有无可取。恩相实在就是，万岁被苏娘恩相保佑之事，得请来此赏析明白而已。这样也好，我是非我梦成而死的。喂哦，你们想，现被老太师严嵩，头上不是个大文人，只有被曹文武对蒙真忘了，才落得一去万年。恩相为人清廉正直，再不欢喜蒙人的了。吾皇万岁，你是同为奉人他人的。恩相请，许相请。来如此，非得信。谁身体节约当的？好一副清雅的德脸呐！这是万岁爷时常感慨的两句名言，万岁写了下来，作为俗语名。饮酒赏月，神圣一大乐事。万岁爷真是个大才子啊！是啊是啊，大臣啊，你终于不出公路，侍奉圣驾，听说阵仗有闻不少。多谢恩相的拜，万岁没吃不吧？一应总要谁从，王中要做谁没风，可惜万岁鼓舞得万岁上其中，只是那见谁龙心他不用，正当因我不容，我不是担心朝中有用，朝中预料的马相爷，万事胡心来谁攻？他定是为将兵兵在两不错，有空当时向南攻，在前边是不须为，从今也不必担忧恩相实在其事，那只有在北京称王了，还能不成吗？啊，你这问错，只因他李成手翻起烟轩，大清兵尽管给我平来路，马相爷考量多深远，他是在不让女巫去定罪。我只希望两路各攻得你聪明，我们要松空王安居在江南，朝廷具有这酒茶，身上一个万不坏。身上担心的是燕军谁怕，还有好戏与民都了。哦，生前只有他
有生意呀！眼看那李成白做国元尊，兴兵虽不我许论，长江天险无人渡，方家有江蛙死争，无痕诛杀张兵年存，此今真觉心火龙，万岁不有力道送。与老所备的一子妻，不是个小人家忙的好事吗？哎，对啊。实不相瞒，孙朝在西中缺少熟练国色，无法配演孤儿发迹。哎呀！大人啊，我们无不去挑选几个能够随我的妻女了。乃生也想到了这一仗，少君把他们交来时，还请恩相鼓舞。此去对了，来，我们上席饮酒吧。是，来，堂主，举兄去。西北相爷大事不好。不是今朝方才接得捷报，王屋兵变，守将高就被部下所杀，清兵趁势渡。你是什么？清兵渡过王屋啊？清兵渡过王屋？大人啊，我们不是一查成我们他们。大人啊，陈我们等蒙自己大把人10万两，取得1万匹，解放不仅有清朝去用，为什么消息前误？想不见。但对于他清朝无逆贼，明清两方不许讲价，也就相安无事了。说的也是。杨兄啊，你此事切不可挖着，咱辈不做秀才的事，又要想接替逃不了。这辈是为人，才事不做，怕事有余，理该赶紧收纳10个官职。恩相高见，跻身前约，卖身一定早办。举兄去相亲。岂可无私，还请救兄领情。方才这一报啊，报得我心大感也。那么就用是鼓舞来弄饭吧。倒也是的。今晚各位交来了没有？都来了。当然了，是。相亲兄弟。跪下！这线条儿等于是公婆家不见，相爷要亲自请你们的故语，看看你们的福气，总是使用知道被没人控制。你们精神不用的东西是。卫兵老爷有一个年轻美貌的，他宁死不肯下来被我们讲枪来了，怎么不带他进来？是。他叫什么名字啊？相爷在问你，
你为什么不讲啊？他叫李真理。哦，李真理。我看你有一笔生意。哎，妙！你还不快过来正正唱曲？你快过来呀！不为，样样不为的真诚故女。我愿非故意。看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为何人不落？相爷在此，外民皆可深罪，用你是了。好，那你听了。我心头冤屈已从从，我几番月空无人空，缘只缘送烈朝阳。归期颠倒是非，走相公，我恨之恩，他在夫妻今好梦分开母女，先相拥。这百般拖拉，千般恨，毕竟是还要凶。原来有这许多恩赏。这个女子有她迷惑了，来也门才是有了，不必尽诉许苦。不疯，小女子。你有什么愿望，尽管说来，尽管说来。这若是经你们相信，这苦是经百姓受用。你归位在乡里朝风，你生辰光落是山峰，你这种自落受王风。你是百民之上家老中，你差不该这度自己相容啊！你不为表明大与痛，你可知风苦天也起，你可知清兵在关中，你可知天外百姓早地配，你可知半壁江山须在红，你还在此伤什么心，用什么美，你要什么鬼，什么哎呀，现在李正理是相君之养母，咱们东林不入内王，再有四次大战，给他是。那东林不若真君子，我青蛙妇女也惊动。你官儿你只为家中，怎能够同心用？袁大人啊，袁大人，你是自抽枪我太的烈风，你有曹文华百年中，马日英啊，马日英，你这自这呀上龙无故事。大明朝江山，清代父，来归我拉下去对台施毒。好，我兵器随上奔去吧，我满枪你手头中。
城下作品你是风里马不去用。你这个邪女，刚才恩相面前，你是吃他当相思。有了！哎呀，以大夫之证，我凭这小小公寓一盘见识。好。是啊，阿仔，我们来饮酒吧。酒笑请。不取一部放在席地里，让他去清闲。遇见一打了他吧。事故到才接受封邑。正是外甥爷伺候夫语，这也是恩将算是天下之功。好大的喜啊！不禁勾起老夫的私心来了。门前大香飞，红梅见大梅。美人来奔进，手卡公一生。好事，很相信。你总该讲几句好话吧？九孝，还是少了这个小女子吧。哦，这女子还有用吗？哎，九孝，你看她年轻貌美，留下来总还有些用处吧？啊？哎呀，还是把这个前程送入王宫，跳过疾苦的过程让他翻译。我把哪里下去？快走！哎，去！来，向李正令明门进王，为期多年，后续40年计。对呀，李正这到底是谁啊？你还不是神？哎呀，他基于东陵不说内王，他让他这个将才与他们一起认罪。哼，崔浩文是你们的官计，
你吓得了他人，却吓不到我。亚兄啊，你中的认识他？好。他的确是青蛙高女李真理。文冲乃是风月场中的老朽，大概不会出的。滚下去！也行，滚下去！也行，滚下去，滚下去！大三，人生短促，得弄起了啊！我们来饮酒吧！饮酒去！哈哈哈哈哈哈！老。西北相爷，武汉朱两娘有紧急州长一道长州县子，另有公文一道在此。他有什么好本事？哎，不要辛苦了。好呀，了不得！朱两娘逃完我被铁道队长要完胜你，没啊？这不是心中这个结婚吗？他要发兵接待15等兄弟，这不是错法！哎呀，朱两娘他有用兵8万，专将前援，这来岂不是把大明朝断送了？秦兵毒了我，朱两娘又要错法！这边受伤，要保自己性命，只有调出家父王爷师才解决受伤。这可使不得，秦兵大敌当前，将来真人内讧，这恐怕遭着文武大人失望。难道我们还真的让朱两娘来困死我们不成？明知当造，居民万岁！这棍不我这别斩！这样在上，他的秦兵趁机而下，叫谁去领兵？要是真的秦兵而来，还要宁听之人。他曾之言，深恨我意。他丈夫烈烈轰轰，也可听到秦兵大声。能放弃我一生不悔，真的是在做成道。九兄，西北相爷，打得不好，秦兵只是不得当去这个，就这样子啊！秦兵第7场，相会思师善。又来了，这里是黄河，没有人剃头的。那倒不见得。你单子上挂的是什么牌子啊？奉旨剃头，为令在战。哟，好厉害呀！好，那你把我的头发也剪掉吧。这女人的头发上面还没有管着。走，哎，是，我得走了。咦，这里的狗才死了。这杀鱼鳞他总是要破的。哎，走。
吃原来一个假尼姑才是4万了。就是4万啊，也不会嫁给你的。那你要嫁给谁呢？谁也不嫁。谁也不嫁。谁也不嫁，你只好4万下去。老雷，难道我们真的永远不能下山了？哎，婆娘，你要下山并不难，只要村上满清风，去下大明山，他并没用不到你西斜的青蛙舞，请在他的完全见。老师，你要我去归人青岛，那我还不愿意呢。那只好是在栖崖山，但对清兵好酒，终有一日永不拆。切莫哟，袁大人马士英，路也得些先抽开，到头来叫土司走狗盆，也无非做一个刀下跪。到参公，3年来困守在泥岸中，便若今爱对迷途物，理想中想的儿朝中，婆娘我在牺牲下落，在这里孤儿相随尊，不要无此送。婆娘，你只想到不欢生下落，恰不问莫人何必为呀空。你要记日栖崖山，谁节目绿杂在松柏长青好气中。老李，你也想出娘年经了？是呀，肉金仙子，可是终极不让你对菩萨那样专心，我真不懂念经有什么意思？一天到晚嘴里啵啵啵，嘴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我是菩萨，别人一天到晚认婆娘的念上，把我万一万死了。如今相公呢？他昨夜又在思念于公子，今晨7日了。老刘，你前天听说于公子向青岛去应考的消息是真的吗？婆娘，事情还没有弄清，你就这样口没走了，好比相就知道哪完了的。天色不早，我要看茶去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嘿。老李，近来金发流鼻的人越来越多，你要当心一些才好。
我宁愿不留头，也就不留辫子。师傅，无论怎样，你应该尽人事待他。是啊，夏兄，你放心，我会留人的。今天人多齐了，就是缺少一个正娘。要不然已经3年前在金华河边那把你拿了。你呀，3句话就离不开过当年的乐事。事过境迁，今天这些从前又说不用此。不叫我想过去，我也看不透将来，那叫我为他做什么？陈姨呀，等那一天，公子他来了。公子他晚回来。回来的，公子他一定回来的。宝贝，你快点动动。你这位公差到来做什么？大清早得了天下把名字早，出榜少爷早得少。莫奈我查清我等四方，放进那山林隐士王家教。今日起身一大早，哎呀，走累了。想在保安西家，莫上闹，莫上闹。好啊，哎妙啊！大铺跳舞灭子。不想在皇安抢有宝，你是陈土娘，所以偏越小；你是别女精，能无小蛮腰；你这小娘子，两边是通吃道。你是找不到妇女再聪明之教，此从断前落全票，请你们跟我走一遭。你这位公差大哥，你可不要认错了人。不为差也不为错，小事与你们见得多，听你们的歌。看你们的舞，真为乱点这鸳鸯谱，鸳鸯谱。你是何人？我是大清早的茶园。那你怎么熟悉我们呢？实不相瞒，我是当年大明朝魏国公之子，不料国破家亡，难以谋生。无奈就当了这个差事，可恶！原来还是当年大明朝的惠公子。你这位老姑，莫非是当年传世故事的刘金平？惠公子。你弄错了，我是个困教的教夫。看来你们都不愿出山相会，哎，只得来我去做谁了。原来有许多的文人名士。
都因你带领你。公子，那么你，师傅，你真的遇见过公子？师傅，你再将几首的经过讲一遍吧。师不知讲过多少遍了，老张都发他做什么？老张，只要有关公子的消息，我是永远也听不言的。师傅，好，让我再说一遍。方儿心别姑娘，顾不得山高路途长，好容易寻到王屋边，就才知王屋边上一通刀枪，我在乱中之中女公子，他知道将士说自死也正常，才知道清兵满山遍压来，我与公子被冲散，从此不知他去向。公子必为金陵外，定然是从未扬州把清兵抗，只恐公子未必为扬州。所以在不知他生死与存亡，要是他从于今在四大城，他的美名啊，早已是齐家万户尽脱呀！我也听说公子没有回到扬州去。郑姨娘，你是听在四次讲，说不过自己好猜想。师傅，你应该告诉我实话。师傅，你快说呀！姑娘，传来之言不可听，真真假假为龙不清。听声声莫情四次早也是，而公子却因是在榜上一渔民。不为的，公子他就不为的。将公子是佛若中间一君子，他平日里风气在生命，何况他从小传家
人意，他怎会放下这多头与将？分明是如此小人三谣言，我相君绝不信，我绝不信。是啊，但愿是此哦。在敲门。相君，你来做什么？相君，我接你来了。你接我到哪里去？相君，我们该回家了。回家？是啊。你和暖的家你回了扬州司科府大人呢？庆祝了。父我的沈公子无功之孽，欺你不仁，心难了。那么我听不了在天下，你好有问真关心你出马，所以你顾不得羞耻，你靠得了一身长袍马褂，你忘了佛陀修在众民间，在文庙前纷纷把冤钱当，你忘了武公之妻你行了难，你恰有那马冤二人，你卑躬屈膝将身马，你忘了司科发扬州，他心中你自团渡隔岸投身相拥啊，夫君不是相君人马，那得我妹妹无言，
看，桃花顺金金长胸啊，水水上雪泪斑斑奔家。哪位？进来。是什么宝贝吩咐家？恰女来富贵可以买。这学来不是为你我要这孙儿，要这孙儿做什么？将军，你与我走。将军请马，二公子。大明朝的君子，没有。我要活下去，我要看看这些人的下场。南北东西不尽好戏，海上
大戏院。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越剧《桃花扇》。越剧《桃花扇》是根据清代作家孔尚任的原著改编的，它是一出历史名剧，描写歌女李香君和名士侯朝宗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当时统治阶级代表马士英阮大铖在满清入关大敌当前的时候所表现的荒淫无耻、投降妥协的可耻行为，歌颂了李香君坚贞不屈的气节，批判了侯朝宗的动摇妥协。李香君由金采风演唱，侯朝宗由丁赛君演唱，柳敬亭由张桂凤演唱，李珍丽由陈兰芳演唱，马士英由钱妙花演唱，陈定生由周宝奎演唱，杨文聪由郑中梅演唱。请听第一场祭孔打奸。地上举起呀，一番那袁大人一代奸贼，他对八字为忠言，人作官体，虚言无私没良心，还死了多少大忠臣，到后来为当不法事，恰被他吕蒙在南京，才多年因心与骂名，他披着神兵装顺心，近来故事多理来，他又想这等仕途重上朝廷，他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是啊，他正在里教本官就将故作了法客厅，一心要指挥中乱起，我不做真不动恭维，对为子我做西在具体把无来，是回到与你结婚心。对，这样的奸臣不揭发，世上的文章道德都不人。我刚才我看见我指往这里来呢，他来做什么？他们是来祭孔的。祭孔，这怎么会让他来？这是有个事嘛？哎，怎么会让他来呀？他怎么会来？哎，你们看，这不是袁武是到这里来了吗？他来了。哦，各位仁兄，你们来的好早啊！哎，仁兄，你是来祭孔的？哦，两位仁兄。曹宗兄吗？哦，你是谁？哎，曹宗兄啊，你真健忘，有什么姓袁名大臣，号袁伟，喏，孔庙每年定地，都有生来赐之。哦，你就是袁大人。什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袁武子，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我到这里来记痛的，哼，这件事用不到你来记。孔夫子啊，是他家的，你们记得，我也记得，你也配。你这个下流之人奴的，也配到这里来？王的生意事情却为我一不是哎。你马身对靠金钱党，万有连在此地摇摇摆摆。各位丞相马得有理，可惜是家母家的来处分，要不是那年体会到，你们都要遭tội。我觉得却真再用你fin体之王来挑别，你咋许怎能做今天？你把为奸做怪日子，还是要多少大众眼，许多无辜扬名词，你能离得开哪一件？指定是为奸事靠山东，万不闭门事故来向安言，公传官道空苗来。万不与我怕滚开！哼，你们这帮轻浮愚笨，竟敢放肆狂野！红之间的非官狂野，我们是上之间的。啊？什么？你们这是文人，经过同去收来了吗？我打起来！各位丞相，怎么在圣庙子里打起人来了啊？是文冲兄吗？原来是元老，文冲兄，你为我替奸人来讲话。哎呀，林丞相，你真是糊涂，怎么在这圣庙之前好当人命？丞相，还是杀了他吧。好，各位丞相。就现在文冲兄将军饶了他这一招吧。黄大锤，滚吧，走，滚，滚。做人切勿为，袁大人也真是求有耻啊！当这国家都是自求，代代这犯贱的，定要当他一个不管在他的对，是啊。但岂不是各位丞相，近来可听到些什么新的消息吗？林丞相想知道的更详细一些。这在困起官报，离他王进兵不进，国事都为呀。哼，听说万华的得知兵，层层跃动，那才是幸福之反应。是啊，林丞相的话十分中肯，看来我们家是守护国际之类的士绅啊。倒不是家酒浇头，须到青蛙后边一问。
二兄，一笑子龙，心绪不宁，哪里都来得去。哦，二兄啊，你不知道李真理家中不会相聚，这些中年酒席都是杨老爷送的。你与杨老爷有什么交情？那是文字之交，那么一定相思不久。哎呀，只是相识不久啊。这就奇了。像杨老爷平时不像会经食谱自康，他为何要如此结交？请王新娘姐，我们逃亡来了啊！楚娘，怎么下来了吧？楚娘，你就安稳一些吧，所以你也闹得久了。你又来了，看看就是安稳啊，清静啊，难道那些不懂新婚纱在无老乡吗？好，我就与你去闹吧。哎，牛津仙子真在想话你，好。我也与你在这里静养片刻。你哪里来这许多尽欢什么的事啊？这情话无边，有彩有草，有歌有舞，你能不聋？事情相中又配上一副才貌双全的女公子，你能不欢？好了好了，不跟你们争了，让我进去吵起他们。楚娘，你不去问他走了他们吧？哟，原来丈母娘本在这里是包家的。等他们吃了谁来问呗？空等在这里多没意思啊！楚娘，那么我们听老六的事去。我们到这里谁在里听老六的事去啊？好了，等一会你们要老刘一起来喝酒吧。好啊，有了刘经理，我们可以更热闹一些了。对。不必。杨老爷，请上。元老院中主张理，真情哪有这巴掌？袁大人，你300两文银为他花，我家快来
这紫菜茶碗真儿分，把香儿打扮成小模样。这位好你，我这个美人不能做错啊。你这许多礼呀也都送对了。恭喜恭喜，这个尽心的好往哪里？多谢杨兄人。香儿，还不向杨老爷拜谢成全之礼。哪里，君子当人人之美，何谢之意？相君成婚之后，根就异离了。只有师兄据此不闻啊。相君深爱千里，今日他了几多紫菜，存了一身遗漏，用光与家婚罢了。这多亏杨老爷上早年送酒去，今天一早又来穿吧。对我们母女也真太好了。杨老爷，我有一事当问吗？但是无妨。杨老爷送来了这些厚礼，在相君受之有愧，在杨老爷视之无名，我想问个明白，以便度报。对呀，相君问得有理，小令我也管不问啊。好。请杨兄明告。好吧，启蒙文件，这个实告。这些葬礼旧事，讲出的曾受过黄乐大夫的冤冤嘿。你是指那冤无子冤他人吗？对，好。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后兄莫见，原来无非愿意做下那教子意。教他爹你一代名女，再不做凡上快走，才知岂可无家人，家人怎能屈自手？为此他原人人三八，三姐的一代好配偶。像袁大人原是鄙人吧？我毕竟为人，且知已久。今日他无故用尽，令人不假。是啊，原来他有一番苦衷，托我明告师兄。袁大人好问我爱歌舞，本与我本是同路，过去他接生为忠业，扶陛下把东陵君子来拘捕，有才子一日为当圣人，东陵反与他成三河。自从为奸佛了法，大人他独自忏悔在家中受，想不到
佛祖只有不谅解，真是他莫不冤枉无此说。原来妹子娘的太无人为他把冤哭，叔娘师兄从衙你，他也那非有人能救我，我就袁大人遗忘在于途，如今他愿意来归故，倘若我在弃了他，他岂非做到你走前路？生人有故而能给，再无他意。杨兄，此事用我心作母。哎呀，二兄真不会明察此事，小弟我一想也是如此。冤家你家不你家，这饶人此欺饶人。官人，你枉夺进士，恰不明事理。他人公子，官人救之，你将是赐予何地？相兄，愿大人所独断是为当，后国衙民上人体谅。近年来为官皆当皆无法，恰为这教徒业务漏了忙，应须得佛陀君子有官待，揭发了元人应是一张张，官人你是佛陀中间一君子，你岂能够把人情话儿轻易讲？你啥与他小仇结怨面怎样？我问你，你是忠是奸，是冤还是良？相兄，不管他是忠贞是奸盗，对公子却是一片你心肠，生怕你再小心，是句句送一张。答应他做我葬礼人，便想要徇私逼供良心上，我断愿怕经常从不忘相公。不顾一台上名字香。哎呀呀，相君，你气性也太放烈了。好好东西对这一地，岂不可惜？哎呀，平康中一姑娘，她家内把名妓
从前不非为了亲王，想起了我若文愉快容我，也无非贼我操守，以我文章。菩萨帮助了袁大人，岂不是义无尽到名扬？救命非情长，从于情须生强。这是袁老一番诚心吃落的我已久，万请杨兄两字。好，既然如此，小弟告辞了。杨老爷，杨兄，这些葬礼遗文，相君不用，留之无益，万就辞去吧。啊，公子，对，好，遵命。相中怎么是太人心？你这样做，无端得罪了袁大人，这小人必将袁如起，虚空谁无万岁。所得真应的人，他什么是恶不杀的袁大人？哎，你真不懂事。相君，你说得对，做得更对，我在关键你。关键在这里吗？有公子在这里吗？在这里，他请上来了，好像是请收兄来了，去注意。在此地，袁生兄有什么紧要事吗？怎么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吗？有什么事情留下来讲吧。我方最近要一声，大家小杨神丹领，这里也用了袁剑不少钱，一心对靠袁大人。这是什么事情啊？中左右都在名人堂等你去发到里边。这是什么事情呀？丁生兄，你看这不是人物的阴谋诡计吗？不，此事我也有错。我有情话接相君，送了情，成了情。怪我自己太糊涂，我无辜罪在上联酒席不感应。今人杨文处又来访，才知道在莫有插话是袁大人。他是一面在嘴里送葬礼，一面私自要一声，银锤相救命大女，吃葬礼保全我生命。哎，好险啊！这船头分明是雨的，他原来呀你才相聚，相君来了，相聚。你真是不做一自己，便中间生死斑斓。刘兄，俺见次次都是眼睛，你要步步留神啊！是啊，管用去的银两与我们不若只有抽之万卡，好吧？免得不若只有在名人堂登记了，我们马上就去相君那边，好，对吧？请吧。
小舅我去对了。夫人快去把事情真相说个明白才是。第4场，被害分别。原来市里面秦贵2个字都不见了，秦贵2个字到哪里去了？都被相舅的手指开碎了。那是南宋朝的黄金，早与如今大明朝相仿。哦，你们都在这里呀？好极了，好极了，让我来接你们迎接一位贵客啊！这位就是可做有名的人士，后朝中后公子。后公子满风。蒋老爷，这样的风流才子也不迎接。啊，我倒忘记了。那这位就是潇洒踏实的毕玉京，真是玉京仙子。那这位就是穷芳之官李真美。故事延长道理。那，这位就是江湖名士刘金的。舅娘，白痴，奇怪。还有我呢？我倒忘记了。兄啊，那，这位就是最风流、最俏美的沈婆娘。都在这最土的。妈妈，两弟弟来了，相君来了。兄，这位就是相君。相君，这位的是哪位公子？有谁无言而尽？公子满风。此雅姐真可不久，此雅姐真不可无知。想问公子乃是不着名字，我母女也要当面领奖。才子佳人难得虚伪，一虚伪想不到还要套上一套。既然来，有生不妨先去。好吧，那娘过来碰面啊。姑娘，我看这个女儿倒会接种相君才对。对，相君啊，来啊！相君，我去吧。往深处有伏兵。刘公子，是不让老婚拜头？好，请指教。感到自流一景下，往生处女
不平常。请系行事行义事，不及东风到梨花。好事，不愧是当今才子。与此相君恰到好处。好好好。他们姑娘夫妻有生结义，此岁逢人，说过喜年。好啊，今夜定了，接下来给一百人方小费结了。相公，相公，相公。二兄，小弟有一夜相貌美动问，请讲。这个小金啊，看来我们也该回避一下了。哎呀，大家坐下来才好说话。好好好好。裴公子。请啊！师兄与相救，被此举目明，今这一见面，两下结中间，小弟想做个月老去红线，必须很胸口有心，我也明报相君，不想自己女奉陪，此君欲为红国传佳音，我好似守在宋长园，平地在青云。既然公子都在，三日便是今日两载。杨兄，我离家必论谁论尽，一字空难来离平。师兄不必挂胸围，这葬礼究竟该由小弟来担任。此事怎能好来师兄？他应月应该来月人，是自动学了。现在又当了儿子了。第三场雀联。这衣裳穿在你身上真美呀！
什么给？贵人，这衣服你是哪一家做的？我也不清楚。什么？哦，是杨卫处杨老爷办的。哦，那么这些账面旧的都是杨老爷办的。去过吗？好，听说他女儿湘君是个绝代佳人，我那天偶尔一访，不巧他母女都失去了。倘若二兄有意，小弟我与你作伴。是啊。啊。家在原主，他居无间，怎能有此妄想？我真给人那个了。哈。杨兄，好亲切。文冲兄，这在杜家位，官家之意。原来受惊了。哪里？哎，大丈夫能屈能伸，倒也无妨。文冲啊！我在暗中听说，回朝中有意是结识了青蛙歌女李香君是啊，我一时看见好事。哦，家兄，你才能背到暗朝中去结识了李香君？被后朝中去结识李香君，这张脸就是，这是人子嘛？哎，由小弟来为担，丧礼酒席都有月老你为担。月老，这是什么意思啊？没错，小弟无非不做无家而已。哦，原来月老子相遇不做后家，此事前场理了。既然月老诚心回国，又能约成了二兄妹子，这真是一举两得之事。
小弟我愿为众公做个好事啊！非从你喜好人，救人之难，真不愧是君子也。别了，兄弟，别了。第2场，定情赠诗扇。我想要你到大宁国听老刘子死去。哎呀，一个要我去听诗，一个要我去玩木头舞，叫我答应哪一个好呢？那当然要答应我的啊！那不是互为两女经的在一起。母亲，老刘不是在袁大人家里做门客的吗？他怎么会到外面来生死了？怎样你呀？整天关在家里，也不晓得外面之事。那天秀才们在文庙里当了员务子，老刘知道员务子是违章于你，所以他就走出了员务子家到外面来生死了。老刘有好几天没有来，难怪我不知道。老刘这里是随着的，他今天不来，明天真来。说不定啊，本年才来呢，好跟你去玩木头舞去。木头舞上去的，有什么好玩？你呀，也不去看看外面。我就知道，一定又是我那陈婆娘在这里大显身手了。这里又不是你设死的地方，虽不许别人有点声音。你没看，一见面就不肯饶人。谁饶你啊？我还要挂你呢。哦，挂我嘞？不是你长发过世身，真为是相君是你与日子。长沙是相君与我在一起，管教他变成了有声有笑的摇钱子。婆娘，昨晚是你一天到晚走过儿行夸乐，为夸我，好夸我。这里是六朝金粉里，胜过二六乡。听说从正王天还要从北京到南下来批了呢，那我们还去些什么啊？妈妈，
妈，想姐弟在哭呢。好多到底为什么哭起来了？也是至于了，17、18岁的姑娘应该有她嫁过郎君了，让我去看看她家。相君人也不小，也该给他做一个媒了。是呀，就这样滋养老爷力气，一个无奈公子，何以入城？相君知道吗？他听说是福州才子，也是有个分享了。哎，对呀，福州才子得配相君，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这样。你可听说先天在文庙县当院务子袁大人的事吗？就是这般秀才过人的好事。哎，老李，听说你也出了袁家了？你已经知道了。过去的事不提也罢。怎样？你们快来看！将军啊，他是看到我老爷在风波的情，坐在一起才哭起来的呢。你看，老李，你看。